實喺2017年嘅時候，我開始醖釀《拼命三郎》呢個故事。咁點知之後就遇上咗疫情。當政府宣布咧疫情將會結束嘅時候，我覺得係一啲時代嘅分水嶺咯。好似好多嘢要去重新出發。咁所以喺呢部電影裏面，我加咗疫情年代做戲嘅背景，其實就係講緊大家各自拼命嘅故事咯。所以就套用咗一個江湖大哥嘅身份嚟講，東山再起，觀眾會容易啲去代入啦。香港好多人仲係停留緊咧以前80、90年代，或者會有好多發達嘅機會啊，我哋係要咩都有咁樣。今日嘅社會又踏入咗另一種層次啊！如果有啲嘢放唔低咧，的確真係好難生存落去嘅。呢個社會好似都有好多呢啲對世界啲迷失嘅人，好似好普遍，已經唔知自己目標要做咩啦，變咗亂咁慢中揾啊，有種無力感喺度啦，或者係放棄咗咯。但係你其實有啲夢想想做嘅時候咧，真係要透過不斷嘅努力或者嘗試下挑戰自己，會唔會選擇行出呢一步？好多時候我哋遇到好多難題嘅，喺個過程裏面，你會成日都好想放棄。咁但係去到最後咧，問一個問題就係疫情結束之後嘅世界係點咧？同時重新出發嘅香港精神到底係乜嘢咧？